人类爱生存，爱意思水。进入农业社会过后，天天就有干涸的需求，以内就有种沟。老祖讲，味道要确保种沟水长长葱葱，韩国爱做物嘅也较好调配人力，就师傅别做一甲，也就是水甲之徒。36年前嘅助理批杆树风，同大大细细嘅种沟都安命嘅落去，强调一条种沟都喺味道爱同水跳到天球空去。又讲通然负责地有水嘅田方施田耕种，用笔筒来炖水，作平头来当水。通然系一个专门嘅职务，专门负责管理用水施田耕种。亲像后台人讲嘅水甲嘅，台湾就很保存嘅一种都市嘅文化。800年前，苗栗太湖乡水米坪嘅老祖公，为到爱对浑水海挑水来饮田，同每2公里嘅山壁溢出龙来作水樽。一种樽呢，按到春龙樽，认真地当配角嘅蔬菜，对日本树嘅就无本人树边做共用嘅鼻樽，由设强调樽水嘅田条架，强下成立肺炎组织，设水甲嘅。来维持水樽的正常使用。那水甲的有嘛吼，差不多4年先一摆，看水，顺纯用樽。这要顺水啊，可要流动太水下去无啊？流水下去，传到那个樽的片也就会变体啦。差不多1礼拜，要来看一摆。足料的时间，迄无办法讲一搭的做啦，做全面做。像遐个樽片啊，做个新接口，做个对安尼裂，做补安尼防水的水呢。当唔要流下去，后尾冇都会平的都会变体。因为嘛已经顺透的，太阳的地都来流，做记号，伊都停水去的，当来作咧。水甲的主题要保证水路又通又顺，采外土木泥水，行行咩都爱精通，作料补空冰水。淡水木做爱金，树脚爱夹。建工时期，甚至一下马多就爱停电多，来满足工种人嘅用水需求。陈启安做泥水师傅多年，退休过后转家乡种草莓，本人先做水甲嘅，负责水米坪灌溉嘅事务。俺遐片全部90%迄种刺破的，人遐个水樽，迄都个纯用樽，都铁壶价个比个来的水。遐海水做在维持都高天然的1-2年的多。人遐都个刺破的，特别大安太点，因为人个气候问题，水也怕有问题。人个纯用樽过来的水是凉的，唔会受。所以人家特别种个刺破，特别老年无讲了。一条纯龙樽嘅樽水系水米坪嘅主要水源。太湖草莓专业期做得讲都是一条樽水。草莓系千斤作物，也被下太皮、下湿水、降寒、降毛水，规个生长期都爱有足足嘅水分，也因真安尼。室外樽水落下嘅下黏掉嘅，水甲嘅就会飞入唔出，
古所亚达的水甲的，是一个动身躯的头路。草莓一天切水唔得，伊咧切水时的因为加碱金准木头，就会黄头、乌头，安尼吃破都会死头，就切水唔得。差不多从遐7、8月水在深度加下，海水高，水头都大体，水头诶差不多当年做200、300啦，从遐来做到130又大体嘞，大体迄个还要来，这他讲要用水哦，爱怪水浪唔得，就强爱也做到开门。检摆落台语过后，陈庆王都会定定去检查。村内有哪一些动物，再个抽飞员向下去请村内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而伫最短的时间又恢复村内的功能。这条镇那里面有40多家的田要利用这个灌溉水，田数差不多有80亩左右诶。种场差不多也都开始算是有2公里样诶。海水高，水头都大体，石头嘛个都会冲到呀，全部减到。主要全部用人工去清。也新老板给骗给团，有耕田的人都要纯人工来骗钱。来都会给啊，清准啊。原来屯下来啥个啊？啥个来出去啊？而且出去啊，地气拢唔得啦，只好用人工啊。一下有60人都住哈，人老板有60，而船呢？剩饭还冇啦，但是个对啥个吼？一年没有差不多1尺层呢。见落太雨，温水海嘅水就会一下泼起来，连带去纯农村食到。伫合克克嘅浓度前阵内，对这条飞员来讲，压力没暂然大。故所当然期盼水头指点加下，水甲的都会代表村民。李强总会到各地嘅北港岛来接受大家嘅敬拜，希望福音风调雨顺。今日7月29，有抢泡沙北港，也水米票，村民筹备用水，顺利平安，事事顺利，有抢北港才接，谢谢。以前我就细家吼，伫遐北港也7军啦，过来过太水，也条水桥，就大块体嘞。咱每年去迄个慢慢的人就搬走了，他个3两，涨到迄个也北港了，抢到遐头嘞，做成水源头。北港我们上车来进京参议员车站。北港下车。北港错了。北港车尾水米坪兼腰婆山，附近内有太雅厝铺路，族群上长，东多西松。北面行人伫各地抢北港来按错保佑，拜水头就是村民表达感恩敬意嘞。
较细汉的时间啊，包含出来，时常有讲戏，也个水准吼，认为啊头摆无水准，全部放弃。做水准也因难哦。清朝时代，右坡山党啊，头摆翻的啊，天山上下我吃人，有我开水准，有讲翻的吃人，噶相当困难。水米片哎呀，田中的境内的好兄弟，一拜，再拜。西元1896年，不过亚太时节啊，来到也开始开垦也个个水米片的田。因为讲客家人啊，农历7月29，因为金山头、金樽頭，一為是暖邦年的。今年係1810年的中年，這個金樽頭的吉時，特別搶的北宮是澎湃哈，保佑就耕田呢，客家平安順遂，種子婆的農產業呢太賺錢。1970年代，水米片本人规划组草莓种植专业期假下，政府实上爱同一条村农村降入水利费来管理。不过因前村内的私有地方，所以田头家都唔接受这项提议。下后草莓兴起来的，家家一到外来嘅人来也种，无论厉害也观念，都加减有所长。实质到维持的北公园水甲之土的一条村农村，伫现代社会遇到众多挑战，伫执行方未会面对众多困难，将来按用的来管理，就加伊唔确定。分布伫台湾海岸山脉东片的阿米厝，本但主要是种植的四环土嘅农业族群。1874年。苗丹沙事件过后，清朝伫台湾总埔开路，进入东埔，带来港中私田，未产生的抢水咖啡的比种之土。伫台东东河乡的太原村。采铁村呢是1876年做的，距今超过140年，到今还本正常运作。我们现在位在东河乡牧场部落，下面的溪是马武南溪，所在的郡路叫做南溪10号郡，由农民沿着峭壁新建的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崩坏了。那在100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提拨经费，用桁架桥的方式制作桥墩跟桁架铁桥，将水路外移，用管路的方式输送水路，而且农民在巡逻的时候可以走这个铁桥。南溪10号郡呢，组织架构最主要是以小组长为主，过来是他们的班长，班长是由他们的会员派任。平常郡路是由班长负责清理，遇到比较大范围的话，会发动义务劳动，请会员上山来清理这些郡路。我就大概10岁，我们就在玩了，很好奇啊。老人家说进来养苗，我们就进来养苗。就是没有像这样那个田埂就很宽了，就是小块小块
我们就这样一把一把的插秧。我老人家就走到哪里用丢的，一把一把的丢啊。钟春玉是台东水利会东河工作站的小组长，管理乡里的2号、9号、10号村。其亲善忙又热心，做事情积极阿萨利，班员都当支持佢。虽然已经70多岁，没还负责管理水源也安泰的责任。以前这个地方都是土沟，下大雨不能走，很滑，所以要摸这个。这个以前很久了，我小时候就有了，摸这个怕会跌倒，就很滑。我是东河10号的班长。啊，你多久上来这边清这些东西？有时候2、3天来一次。每次上来，如果说走很慢的话，也要3小时哦。尤其是台风来的时候，树啊会倒下来，也要清啊。有的时候水桥有树叶也要扫一扫，这样。亚达的水准虽然算是水利会的，不过水利会请提供普托同协助。水准的管理同维护，还是小组长同比长来主导，是公家同私人向下相帮相挺的运作方式。这个是10号郡的水源头，很多那个青苔还有那个叶子啊会堵住啊，所以都要来清。有时候会有一些会员会来跟我讲说水不够，所以2、3天要来这边看一次。像现在都没有下雨，全部插秧的话，我看这个水也是不够了。如果清理完的时候，这个水就可以开了。要看那个气象，看他说什么时候要下雨，要提前关。或者说你不关的时候，那个里面都是沙子，会堵住啊。亚达的水准流过的蔬菜唔严又动山，无法度集中经营。故所本期负责的比种制图就很较重要。比种由会员来做，班员推派100，平常时的工作就是顺准路。再过来小组长、班长会督导同听书，是动有弹性同相互帮忙的组织，大家都同强心、同合作。都青苔很多。安尼个人文同体验，都有可能会是台湾申报世界遗产的一个闪地点。这个是9号做的呢，这个希望啊，咖喱诺阿拉巴万。我们是2天来一次了，看青苔了，没有看的话就会堵住水源头了。现在是有下雨的话，是水量很多了，现在是还刚刚好了。去年是没有水了，水田都没有灌溉了。没有办法，没有水，我们没有办法哪里拿水。我们9号圳的土沟在水源头那边，现在土沟是从这个山壁这边走过来，水泥现在还有以前的那个水泥啦。一下雨的话，就要带锄头跟本机去维修这个水圳的那个土沟。然后国小毕业就开始帮忙那个老人去做土沟了。
我们去看的时候，从那个11号，然后去2号，然后到3号。太原村包含太原部落同新部落，在天然同冲湿水准的管理，当然天气连电来判水准评鉴，由条目小组长和个水准的管铺去处查各条水准和个打电。你看有这个东西，就比较不好看。我们再自己想自己的想法去打这个分数。这不好，比较不好，因为它这个水都已经流掉了，流掉了，1/3流出去。对。这个3号圳，我也写错了哦。对啊。这个会不会前3名呢？啊，我知道啊，到哪边了？不知道哎。这个有比刚才的对。太好记得哦，班长、小组长，谢谢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评比安你打分数，耶！哎，我要报告我们今天的分数了，好。第2名8号水准，第1名327 10号圳。10号圳它是传统的，都是以前的泥巴，它的泥土太厚了，他就把那个泥土挖出来，放在边边，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班长所要做的工作。太原村伫冬期嘅雾嘅盖起来过后，天然推派新嘅比装，还个举行交接仪式。仪式的当日，几条班员分别去摘野菜、吃猪的、蒸糯饭。用中多的钱来买油、买卫生纸等日用品，本各班员充分表现出阿米族本蛋就有嘅分享文化。水准大等成绩优良嘅，得到奖金同奖品。成绩大背面嘅就会发钱，系一个爱爽爱发都清楚分明嘅制度。上香拜，祈求祝福立祥，无灾无祸。每年的11月份，我们在这里举办跑水节，来纪念林先生。跑水节里面有一个引水人，当时引水没有现代的这样的闸门，可以很有效的控制水门，所以开水门的时候，引水人他就必须在前面顶着僧侣，在水圈里面跑。跑过了，给他一个大红包；跑不过的话，这个就当做你的安家费。后来大家为了纪念这个仪式，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跑水季的活动。早上啲种花开垦嘅老主讲，比到爱求农业公开信息，
当年八宝尊爱冰水前，都有带水人建议，韩国带水人单单都是一家感染出来的罗汉卡，一下一种口语都已经废脱了。长春一种艺术性的带水人，是今日人随时同感染头白人按出心奉献的法通。2022水国际跑水节，3、2、1，请启动！在水强滚，建设机会，家家户户赚大钱。谢谢。祝福咱所有的来宾财源广进，顺利平安。2022水国际跑水节。彰化是台湾发展比较早的地方，那特别是彰化平原。那彰化平原早期啊，因为没有水可以灌溉，所以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就比较有限。所以在1709年的时候啊，是由14榜黄世钦来开凿八宝郡。早期用石头去筑水郡，大水一冲就会把石头冲走。那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引水是不成功的。后来有一位奇人林先生，他用一个像竹笼一样，上面比较小，下面比较宽的石头摆进去，在竹笼里面口缩起来，放到水郡里面，很好的把水引导到水郡里头。一种同河坝水角度水准的竹笼的，就是人工的笼的河，毛就塞河的，也是一种老式的水利工法。农政全书方同其喊做塞笼，有很多蜗牛，用竹的，毛就用田螺，也是角的，编出有一只太空一只太空的太笼的，底度并塞头，做得用来当太妈妈的水。喇嘛葛的整个功能，它大概有3种，它叫做堰体导引功法。这3种功能主要是分为导水、跟引水，还有固体。来走学并提伫新竹的建筑试验，郑家乡同窑的做盘，韩国落神研究地方的文史，也传统社区的文化保存。农的河就是采地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其实喇嘛葛它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。以前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经济产业啦。10户的话，大概有6户到7户家里都会有人在做这个喇嘛葛。啊，迄阵啊人艰苦啊，国小毕业，啊我去担石头巴，担多就较一角。啊，担少就较少钱的呢，担来点遐，啊人就落落去锅内底呢，这咱们锅内底拢爱落石头。农的河都并伫河坝顺，是透水保护准片，天作爱有的东西。因为是用竹的编的，故说2-3年内就会完工，是采地维护水利方固定爱做的一项投入，要发展出地方的产业。农的河嘅利用，一直用到民国70年编的张天天的改用配方。这个衣格有分成12尺、10尺跟8尺，依照不一样的规格大小，它有不一样的功能，所以它要按照不一样的尺寸去制作。我们现在正在做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喇嘛葛的关门。下面就是把底座先把它做起来，这个就是喇嘛葛最后的一个步骤了。农的河嘅工法，还有陆续伫台湾各地嘅水利工厂都看得到。经过长久实际做过后，综下来看，农的河渐渐嘅头係向外，就係保護準片，木本水建棚；漸漸嘅頭係向內，就做得當水，提高水位。也就是八寶圳透水成功的主要原因。你把给后吗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。刚刚我们在施作喇嘛葛，你会发现奇怪，它都是一个穿插的一个动作。
我常在说，它穿插那个动作，其实就像我们的双手。你看哦，双手这样子合起来，这个穿插其实在功法上来讲，有点像一个榫接头。石头放在里面的时候，水这样子冲刷，在上半部它就不会容易爆开。300年前林先生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功法的时候，原来那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概念。八宝村作业10年，一直到1719年才跳水成功，灌溉规个中华平洋。唔但将生产拉台湾当时所需要嘅粮食，还做得买转铜山大概100万担。故所作八宝村对台湾嘅发展影响动态。同八宝村类比，台东鹿野乡嘅丰原村是一条后生嘅水圳，作到今长60多年。采天同多民众嘅送一胎也送2胎人，都是参加作丰原村，对一条水圳嘅历史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就是按你个丰原圳的水条，然后是丰原圳，就是两片块是。天然间看甲船桥的水吼，早起去咧下安尼挖咧下去，讲甲都会出比甲路人甲没有讲个蹦坑，甲意思都系安样样。甲下系哪样啦石头啊，咧做个蹦坑哦，甲做拍去吼，落甲做个盆基，慢慢咧用手工去挖的哦。迄啲水源村嘅郑水辉，落身做地方文化工作多年呢，假设是同丰原村差唔多，故所佢对丰原村特别有感情。掠跳个丰原村的个船跳吼，都是掠，叫渡个台跳为掠叶妹。啊，到水好解下，都要13条，半解种个台烟提起669公斤的，当种解种个从无水的用处，都是2片块石。日本书诶，鹿野乡太原一带嘅乡民，都是对石浦演示来嘅，记得是配合日本对台湾东部开发政策嘅移民。唔过日本航福还蛮开发到。无奈有水，地方人士捐靠自家深岛人来作准呢。解下可掠跳船桥，系当到嗰种系族群来田别的，有客家人，有闽南人，还有原住民，日落到夜吼，拢穷下安别。以前的人好团结啦，冇水好湿啊。也很多当人呢，啊，感觉都是嗰种嘅凝聚力都当有啦。你也真紧挖的，家下，人家看有85岁以上才有哦。所以讲，掠跳船桥对安尼真紧当有意义。这段就是我做囡仔是遮学的，这土学起来，个担做这镜头，这担上无要80斤以上。大部分我拢做暗时较济啦，热嘛，无法度嘛。啊，大家咧赶水沟，毋是干我尔啦，哦，咧本着几百人，一段段拢冇人。整口园是对种花过来嘅，这样时正12、13世纪，看到木下数脚唔拉，就同家哥2、3人负责去听作准的，喺采天又参加作准的，吸收书都见很才嘅人，夜晚比人来作准的，本大家看到这样时嘅情景，
看得出佢行係當激通。我豆豆啊來，安尼，我哋較有。你看拍15公里，你看，為頭前拍，迄使講50萬以前嘅代志啊啦。我即話85，我拍62米有。第一點就是要用沙皮啊，甲畚箕去烏土打起來。你即個除咗，就是你看你目睭，你即個是看你就知即骨落毛嘛，你土你就冇個打去，遐懸你就愛烏落去，安尼唔才有水路。第二點，你烏有夠深無夠深，才用個水平。啊，頭前我就講用腳踩，你知無？我愛一長長，啊，才等於排水泉，水泉較早就來啊。安尼好，好嚟。啊，我這個就乾啦。往以來個用就唔免個麻煩。來，鼓起來，好來。哎好。再高，會使，拄啊好，拄好，來，拄好。收尾就是要搁貼石頭，毋則袂直直放落，無水放，刷刷會直直放落去啊。像這菜笋嘛袂使啊，啊這較短你就用安尼，哦，看這安尼掠直。食石頭一定要這3粒。係啊，就攞3粒。你這才袂放啊？你是加掉去。阮靠這布條啊，種番薯，啊，較早無水，水田無水就種番薯，種土豆，就是靠這土生活啊。方言尊批定整可選舉辦成人客家，未踴躍嘅佢也到佢推人。不過啲家田橋順風嘅水準，認真體統快鐵咧，肯定洛陽嘅時節就會到咧。佢都無奈何嘅勉強小小嘅面對，萬夢撫會到也當洛陽詩篇。地震災害2天3天就好嘅啊，我做。啊，即嘛先講無水啊，大就愛來做，無料了啊，佫愛補償。方言尊係動態台灣，全全意思當時嘅移民以上數一排一排拍揭出來嘅水準，無水愛落實就難。佢也都出題幾多漢酸水釀冰，見上愛雪。琵琶曲曲，仲有根本一個清涼水，蒼蒼蒼蒼流無停。了解方言准吼，除了講嗰種嘅就水以外吼。掠條船橋就係講安尼做排水系統嗰種嘅，啊不過掠條船橋就係佢沖起吼，後冇安行流，安尼下來甲下好細到植物又生出來個，你來看到掠條船橋做下攏係安尼嘅水生植物安樣嘅吼，嗰種應該種天就點到安樣嘅東西，像浮萍嘅東西安樣嘅，你安樣嘅叫為上緊吼，為擋到嗰種嘅污污，啊佢把安尼就要溜起來。了去了就要挑剔曬剔去，早期吼方言船的水都係安樣嘅當槍，你啊還有看到有黃啊，你地背攏係黃角黃，我哋細細家下就係嗰種海脫剔，就錯定安樣搞水，啊地背就當倒嗰種嘅，你看，就拖出愛講誒，愛講老爸本着看，甲老爸係嘛個老爸啲啊。安尼啦，來，你都按到老爸啦，你就要喊那個，安尼細細隻個喊呢，你攏係客家人點會識的，當到咧你炒咧飯酒啦。
头蛤蟆装作丰年尊，莫讲无嘛个专门嘅设计，还较无嘛个现代嘅机器，故所真诶实实诶唔大眼，叫诶真诶顺生草大弄，真诶就像空起来用诶，就地种嘅菜天人，长前诶道具。植物吼，你若送的粗的蔬菜都是做得，啊，若送唔粗蔬菜都是粗。你按照水丁香的植物，早期的农业教育啊吼，拢拿落嚟啊，你从了按用紧紧，来煮汤、煮茶、铺茶来食，做得习惯佛。当感谢讲，你也带俩台湾的蔬菜，你细细个哈，真紧个丰原圳的水，唔袂讲从土色安尼看，按长长就太太哦。我们又出去做事，再讲做内，再讲地讲是家俩家乡，当活动就去俩。我就讲希望俩跳船叫，阮大家人去底，大家人都拢会了解讲安样因的故事。真水飞嘅屋下竟然推工事业，一年有3季，爱味道工中来无限，比每年都很较注意水嘅情形。滴滴水又急冲嘅话，其家面匆匆流无停嘅真水，故所伫12年前同中嘅都嘅职工，强下计划办理水资机。中华民国111年，将接台湾水利大典，请出席者列归。其实水之祭呢，就是我们缅怀先人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哦，筚路蓝缕，为后世的民众大家有很好的用水，有很好的发展。提醒各位乡民对乡人的这些贡献，我们要念之在之。我等然后当感谢讲有丰原圳的水，逐年都有这种期盼，叫做水之祭。安尼叫做开水，开水又13担，就是按你土上爱讲的，个水之线。按你地讲水烟挑，个船脚又13担。起开上天丰原圳的水，唔会断的，不按你用。希望俩水吼做得流动本大家人是度平安顺利，还有种无话无度讲，种甘蔗度甜，种嘛家农作物拢做得太丰收安样。因为讲安尼该做快离丰原圳该下，你西条没有该做，俺部条没有该做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用很虔诚的心来放这个水灯。除了饮水资源以外，我们要用感恩的心。作个每70年嘅丰原圳，有对生物厉害来嘅丰富水源，有啲有法有开用嘅平洋风，按照掉嘅环境，草树嘅菜地嘅富足，12年来忙时停攀过，成港水文化嘅水自己发通，就像菜地无形嘅水利管理制度。
卖相也迄传统中迄本政府管理引纳前途，唔知都会亲民双臂，亲民亲尊也着较方便，希望他甲统一本政府管理。 300年前，老先生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工法的时候，利用的是最天然、最自然的材料，那也不会造成环境上的污染。这样子传统的工法可以让后续的年轻人可以慢慢的延续下去。早上5、6点就上来了。我每次来的话，就是时间就是要半天了。 就是要照顾这个水，才可以那个水田才有水啊。要下雨的时候，我就赶快上来这边，然后要关那个水门，就很危险啊，过来。 水准是代替同人嘅期待，水甲之土是人同水准嘅连结。几啊千年来，人同水、人同土地都打帮安样嘅体质伫嘅对话，有千多嘅互通，就像一帮水土嘅树故神。 点讲世间人新冠度嘅节，水陆供养，人称尊运。